英格兰南部正出名的苏镇的危机其实灯，19日互环保团体去喷漆，每日有2个人互抓去。这个环保团体是要求英国政府要停止使用化石燃料。伊嘛对我表示讲，因喷的毋是漆，是干乜式的玉米粉，那是落雨就会无去啊。也毋过科学家也是真烦恼，石头已经受破坏。两个男子就有成员向用冲向地球人喷柑仔色的物件，现场游客看到这个5000年历史遗迹，这一幕拢眼起。21岁古田大学学生林奇，甲73岁普明汉来奈拄被逮捕。英国气候运动团体拿出石油表示，安尼做是为要求下一届英国政府2030年进前停止开采甲烧石油、天然气甲涂炭。英格兰卫生委员会发言人表示，发生这代志，互人真无舒适。不过，地球人悠然保持开放，也未影响一年一摆的夏季节活动。首相苏纳克谴责这是可体的破坏行为。共党党魁舍凯尔表示，这互人真愤慨，拿出石油真可悲。拿出石油表示，燃料是环卫粉落雨队冲走。科学学家麦克皮兹认为，石头表面所获的地区生态真丰富，而且是为苏田时代个即马。尽管一切拢爱孤单全面性的研究，石头表面任何破坏拢会引起真大的关注。拿出石油为现实诉求，常常将重要文物、艺术展览品或者是大地标，正做抗争工具。经过破坏梵谷、莫奈、达文西作品，常常拢受破坏，要成员捌伫伦敦街道龟速游行扰乱交通。公司新闻，黄文玲报道。